市府为了抑制炒房，提出淡市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修正草案。日前，淡市会政党协商嘛提出修正版本。不过，因为在税局认为新版本抑制炒房的开力无够，将搁再甲议会沟通。不过，30号伫议会第3届第6次定期会二三读会当中，议员蔡玉辉相当不满，认为市府无尊重政党协商，批评做法恶质，在税局中并无责任。财政税局长事后发布新闻，袂输咧甲咱政党协商打脸。民意黄税的调整，其实我叫杨忠诚议员去参加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开会结论就是安尼，全部拢市政府人，无一个要讲百姓话。啊，调整了后，你若黄税挂歹听会用的时，你黄税甲轻较济咧。张局长、市长，恁这个做法恶质，管他计小金，你们调黄税比你们调，你个调我济咧。所以你一点点啊，你协商了，跟你灭完，房屋税拢你咧控制，大家干部局也好，财政税务局也好，地政局也好，对一个团队拢你推一个人呢。你用安啦，民意房税甲起较济咧，啥物大房不过，讲歹听咧 ，LLP 民意甲调济咧。会中议员蔡辉进一步联下创专黄丽椒等跨党派议员提出修正动议，认为房屋税率共有甲因为继承处理应到2户以内，确保至 1.5等等。会中议员纷纷针对该案的修法建议，要求爱看房价甲住宅临时看户数，而且市府加税引导甲抑制房价效果，嘛互议员相当积极。但是政府包含特别是包含财税局可能要认真思考，我们目前这种以房屋户数的计算标准是不是允当？这个在日后如果再修法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思考。户数这个东西，牵涉说这个房子有大有小，我纯粹只看户数的大小课税，跟我们会期待的，它可能是豪宅，可能是比较没有价值的这个房子等等，应该是要用房屋的价值去看，用财产、用资产税额去看比较有道理。我希望说，将来你们在修法说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而不是单纯的只看所谓的户数。即马台南市这么贵，迄拢是囤房啊，囤房结构啊，你今日要加税，你的用意是什么嘛？第一点是要打房嘛。那如果不是打房的话，这样税金扣起来，当然是反正在审查预算的时阵，我有专款专用嘛。你爱看老人年金，只有台南市65岁，爱选交健保费用，主要钱来健保费用嘛。主要这一次提出这个对于非自用住宅的一个修法案其实并不是非自用住宅，可是一处超过第2间嘛。不计啦，超过第2间。为了健全房市善用社会资源，最后淡市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修正草案，伫多数议员的支持，依照政党协商的版本3读通过，将对111年7月1号开始实施。台湾新闻阮子林根采访报道。